让我没有力气，会让我没有力气去想念你，让我可以随着落在窗外的小雨消失在茫茫大地，让我飞，让我飞，在夜空，夜空里才会让我的心和朵朵那头离得比较远。飞向世上会是一种奢侈的行为，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，当我穿梭在黑暗里面。飞是一种奢侈的行为，我变成一朵放纵的情人，和小雨缠绵在人们带风里面，让我飞，让我飞，在夜空，夜空里才有那种熟悉的沉默，将往事都上了锁。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，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。当然，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，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。我哭也可以，笑也可以，天长我的就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爱情的尽头，爱情的尽头。大家晚上好。OK， 继续堕落。下把劲吧，你说你说，往前冲吧，你说你说，没有问题，你说你说，没有借口，你说你说，
勇敢追求你说，爱情是谁梦你说，忘了从前你说，迈向未来你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没有对，没有错，百年黑晚的有一半的天空，起起落落，忘不掉吧，我说。回不去吧，我说，没有结局，我说，没有永久，我说，季节成熟，我说，爱情是痛苦，我说，讨厌从前，我说，害怕未来，我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没有对，没有错。白天和晚各有一半的天空，起起落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木。声音还可以吧？够大声，够大声。大家晚上好，声音够大了哈。爱，你，多么轻易就说出口，怎么知道不是胡说？爱情那只是传说，算了过去不用再说，算了未来不用再说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没有对，没有错。白天黑晚各有一半的天空，爱与被爱统统都不属于我，起起落落。谢谢你们。我今天就唱伍佰，唱比较少听过的歌。如果你要听什么歌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唱，我就唱给你。先摇滚一点点。这首歌叫《继续堕落》。继续多。第二首歌是《痛苦的人》。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，苍茫的脚步我不醉不归，朦胧的喜有朦胧的美，就再来一杯。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，
离开你是我是宿命的罪，赤壁的酒为我浑身一裂，嘶哑着我的眼泪。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？已到了尽头，无法再回头。我不是前路想过，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？无法再相信我自己，肤浅而荒唐的我，痛苦的人。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，仓皇的脚步我不追不回，朦胧的喜有朦胧的美，就再来一杯。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，离开你是否是宿命的罪？赤壁的酒为我浑身一裂，嘶哑着我的眼泪。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？已到了尽头，无法再回头。我不是前路想过，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？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？无法再相信我自己，肤浅而荒唐的我，痛苦的人，痛苦的人，痛苦的人，痛苦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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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痛苦的。爱或者不爱，我已经无法分辨，要如何才能够忘记我曾许下的诺言？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，仓皇的脚步我不追不回，朦胧的喜有朦胧的美，就再来一杯痛苦的人。谢谢。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，千百转对没有回。啊，那的身躯风情美丽，温柔的头毛随风低飞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伊甲我心花开，规个身边甲风风火火。一个人完全有魂无体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我是失去了控制。杀掉你！杀着你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啦，失败绝对无问题。心里的声音讲话少红，迷人的笑容琵琶又白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我叫我心花开，我未来对你通情保持。我现在所有拢总予你，无面底啦，无心底啦，要安怎忍拢无问题。杀掉你，杀掉你！可以啊，谢谢。
做水再来，做水再来，我会扛真大风尘，等着你脚步风雨比来，看着你行路心比开怀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行到我心花开，头前的小姐要去倒位？你慢慢行，我马上来去。锁定了，小等一下，全世界只爱你一个。杀掉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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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洋洋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因你到永久的你。设定的问题，建议你有没有完全的问题？友情脚步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疑的因素。呼喊你，让你糊涂，考验我爱的程度。高楼电梯，霓虹深处，舞动在人群很急速，拉着我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。一路都畅通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谢谢。我感觉今天的那个设定可能设定有点问题啊。高楼电梯，霓虹深处，舞动在人群很急速，拉着我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。一路都畅通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哦，你心充满多少困惑，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。你是我所有快乐源头，我和你将会到达那开心的夜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插在我心窝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都畅通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太多小时候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
等一下我再重新开过，因为我觉得那个 setting 有一点问题啊。哦，我等一下我再看这个，因为完全没有流，完全都没有人进来。我再重新开过啊，等一下你给我个2分钟，我觉得是 YouTube 有问题。